111年全国好人好事代表，今年总共159位，其中各在选出上悬荣誉的8得奖35位当中，台南市有9位获奖，相当难能可贵。27号，这9位台南之光，伫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甲大台南表扬好人好事运动协会这两个单位推荐陪同，公开接受市长吴美婷接见。市长表示，对因的善行，看起台南是有爱有光的城市。各位见证了台南，有光有爱，是一个有爱的城市。尤其这个在全国的各县市来评比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不是因为各位不是为了竞争，各位也不是为了获得好人好事才能行善，各位是出自于心中对于社会的爱，对于这个城市的爱，来这个从事这么多有益的市民朋友们的工作其实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心中非常喜悦，非常感佩。在159位当中，选出了35位的8得奖。那35位的8得奖当中，有9位是在我们台南市，差不多占了有1/4这样子的多，所以才称之为各位8得奖的得主呢。你们平常不求回报，付出奉献这样的善行义举，可以说是台南之光，非常的棒。根据市府表示，全市总共有6万多位有登记时数的职工，伊嘛拢是甲好人好事同款，点点付出的爱心人士。所以嘛，希望透过民间，互更较侪好人好事的事迹被发觉，串联公部门的资源来帮助更较侪弱势，用人人做好事，好事人人做的行动来打造幸福城市。台南新闻，阮子何乔邦采访报道。